不到蛋是这样啊？对啊，那家里怎么办？就不要吃了。你也买不到蛋吗？我已经沿路找。就起床沿路找蛋是吗？今年过年上好的吉祥话竟然是。处理有能的人上快乐。150、400，谢谢。不容易。等一下就没了啦。现在才有蛋可以卖了，原来你们已经半个月没蛋卖了，瘦的啦，不够卖。五福临门有卵入门，这间鸡卵行客真侪人，因为等半个月总算有卵啊！后尾送妈妈把拢赶过来买卵。你红还无啊呀？都没有了。也在的无啊。早上就抢完了，被抢完了。买什么？好可怕！卖个劲啊，有卵就爱偷笑啊！过无偌久，白卵就已经卖了啊！鸡死掉还是人家藏起来，搞不清楚，老百姓很苦啦。但本来就跟水果一样，会涨会跌嘛。对啊。怎么搞得让老百姓在那边排队？就很痛心。很多人不要这样。对，那看到有蛋经过就赶快买。哈姆卵、cheese卵，头家娘你的卵饼内底敢有够卵？最近叫得到蛋吗？大概长期配合了，而且做生意的，他可能优先给我们了。对，那价钱呢？价钱就一直涨啊，很恐怖哎，都快翻倍了。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都我下次要涨，然后下次来又说下次要涨。鸡卵批发介绍起价，为去年10月逐斤32块半，到即马1月已经起到47块，3个月时间起码50%。农委会讲天气收冷，鸡仔袂见补卵，禽流感鸡仔肉拢破病翘起，所以大部分的鸡卵拢是调南部的卵来支援。买无卵的情形，恐惊等到清明节过了后，才有法度搁买到卵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